謝主席、司長、各位官員，我哋議員晚都收到好多市民嘅反映，都其實希望現金分享將來變，但係能唔能夠有一個時間俾大家適應同埋知識，因為好多市民喺澳門嘅物業已經出售咗啦，可能有啲係因為家庭嘅原因，佢哋要住喺灣區。當然都有啲住喺香港嘅，咁亦都有一啲市民係因為失業，喺澳門冇屋，逼住要去內地嗰度住，佢根本就冇條件翻嚟澳門。咁另一波呢，就係佢未夠60歲嘅一啲提早退休嘅人士，佢都可能係因為佢啲物業俾咗仔女住，咁都係焗住要去比較平啲嘅地方居住。咁呢一班人佢唔係話唔接受改變，只係好希望政府可以提前通知，等佢哋自己去預判。仲有一班人呢，就係家庭主婦，家庭主婦係一個好重要嘅職業，咁佢哋都要因為照顧年幼嘅小朋友，可能佢哋冇能力喺澳門置業，咁佢哋會喺灣區，包括喺珠海、中山嗰度住。現金分享可能有啲人覺得唔係好多錢，但係對於一啲冇收入嘅家庭，現金分享對佢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。咁佢哋以前都會喺澳門打拼，對澳門都係有貢獻嘅。其實大家都反映生效日期能唔能夠褪後到2026年，我相信對於我哋嘅預算案唔會係太大嘅影響，但我哋不得不承認喺2008年嘅時候推出現金分享，我哋個目的個宗旨係希望減輕市民嘅生活壓力。現金分享對於維持社會安定和諧做一個好積極嘅作用，加上而家經濟逆轉，的而且確失業嘅人比較多，同埋好多嘅基層家庭依靠現金分享作為一種生活嘅支援，我都希望將佢哋嘅聲音向政府反映。多謝。羅議員呢關注到現金分享有居民可能喺外面住嘅情況，其實特區政府亦都有考慮咗8種嘅特殊嘅理由，而唔係常居喺澳門，而且未獲放現金分享款項嘅居民呢，係可以喺法定嘅期限內遞交申請及證明文件，經過相關嘅部門檢視之後係符合條件嘅話呢，仍然係可以獲發現金分享嘅款項嘅。